皇的伤，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，伤口处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三千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就被装不下阴狠的风霜。一直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无常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三千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红影啊，本座交代给你查询官印的事进展如何呀？这官印已经……怎么了？你该不会跟我说你这神机营的杀手连个官印都找不着吧？这官印是找着了，不过……既然找到了，还犹豫什么？快，呈上来。是。不瞒义父，顾县城的官印已遭乱刀砍毁，上面的印文已无法辨识。这官印怎么会成这样？这跟废铁有什么区别？我要它还有什么用？叔叔，你别生气呀，不就是个官印吗？我相信，也许还有其他办法。红影哥哥，你快告诉叔叔，是不是啊？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？难道找个变戏法的，把它变回原样吗？义父，这官印虽毁，但是据孩儿所知，这官印上的图文已经烙印在一个孩子的身上。真有此事？句句属实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，用什么方法，都尽快找到那个孩子，取下他身上烙下的印文。是，孩儿定当尽力办妥。一有消息，立刻飞鸽传书通知义父，请义父放心。快点，我别让别人看见。这儿怎么到处都是人呢？这怎么办？通缉咱们！啊！这儿怎么有个洞啊？真是个洞！快点，进你躲躲再说，快！侠烈英雄本色，温柔本女家风。若说两半不相同，除是痴人说梦。好词，好词，真好。既然娘子这么喜欢我的词，是不是该报答我呀？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要人家报答？那这样好了，我赛花花呢就发誓，生是你熊家的人，死是你熊家的鬼。而且，一生一世你是我第一个男人，也是我唯一的男人，也是我最后一个男人。干嘛跟着我？该干嘛干嘛去！哎呀，你干嘛那么急？不着急就看不着了。你们没听说过，飞檐楼里的冬青姑娘跳舞的时候，那可是太迷人了。当家的，
你忘了3天之后就是你死去娘子的忌日，你这个时候你合适吗？我死去的娘子啊，那可是个明白人。可是当家的，你还答应过大小姐，你忘了？你说3天以后我肯定赶回黑风堂去祭拜你娘，你忘了？你现在着什么急呀？你刚才不也说了，这3天以后才是忌日呢？当家的，你看，要不然你带我们哥俩也进去见识见识啊？我说兄弟，你以为这是好事啊？见识那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哎，不光是花钱就完了，那玩意儿伤感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就别去了。这种事儿让你们老大我进去吃吃亏就可以了。哎，我呢先进去见识见识，完了以后呢，我呀再告诉你们俩是怎么回事。哎，你们俩呀就间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先进去了啊！哎呦，这当家的太不仗义了！好啊！既然你对我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们对你不义啦。呀，哎呀，干嘛呀你？没看见。哦，哎，啊，你看，前面有光，这什么地儿啊？看去，走。哎呦，我天，这什么地方这是？哎，看什么呢你？干什么呀你？出来吧。我知道你们躲在衣橱里。就是你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们俩也我们不是故意不知道怎的。么就走到这儿来了。你们就是故意的，这也不能怪你们。爱看美女，这是男人天性。谁叫我天生丽质，连洗个澡都能惹来狂风浪蝶。我们其实也没看太清楚，我们就走吧。哎，快！哎，我怎么不能动我也动不了了想跑啊？你们已经被我点住了穴道。啊！坏了！这要是在江湖上传出去，我们偷看洗澡被人点穴了，那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没法混了是吧？行啊，那我就成全你们去做鬼。你们这是黑店啊！我把钱给你行不行啊？谁要你们的钱？我只要你们的命。慢着，留住活口。冬晴，这2个人来路不明，很是可疑，而且他们发现了密道。万一他们是官府派来的人，不杀只怕会留下后患。我看他们2个，一个胖的，一个小的，应该不会是官府派来的吧？明眼人一看他俩，肯定不会认为他俩是官府派来的人。但是不能就因为他俩不像官府的人，咱们就掉以轻心啊！万一他们是被官府收买派来的走狗呢？花姨，那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我看倒不如利用这次机会，好好的严刑逼问他们，趁机问出来，官府到底把你爹杨连阳大人，还有其他忠义之士都关在哪里？
严刑逼问。对，严刑逼问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啊，我可最拿手了。我可以把他们的指甲啪啪给拔了，然后再拿烧红的铁块往他们身上噼噼这么一烫，嘿，那很过瘾的。花姨，那肯定很疼吧？那是当然了，还有更疼的呢。还有更疼的呢？对啊，如果啊把他们身上的皮都给扒掉，然后抹点盐，再抹点辣椒面，看他们那痛苦、挣扎、生不如死的表情，那才叫更过瘾呢。大姐，怎么听你们说这话像是在烤肉啊？但是火不能太大啊！我说两位姑娘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这么心狠手毒啊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你再不老实交代，我就大刑伺候了。要不然你这样吧，你解开我穴道，我给你跪下，求你饶命，行不行啊？啊，马小飞，你怎么能给这个人下跪了呢？我爷爷说过，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不能给这个老女人下跪啊！耶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说我老，我哪里老了？我最恨人家说我老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疼啊！我屁股的伤还没好呢，别打！哎，怎么流血了？我只轻轻的打了一下嘛。这是不是受伤了？快看看，有刺哎！干嘛脱我裤子？不要脸，男女授受不亲都不知道。翰林大学士顾县城，哎，是顾大人的官印。小顾啊，你怎么跟我家死鬼一样，这么一声不响就嗝屁了呢？哎呦，疼啊！对不起。哎，我说你干什么呢？你轻点行不行啊？你允许我来屁股呢？你看看这细皮嫩肉的，会不会啊？不会靠别人我来。去，一边待着去。会生会养才是真女人呢，你一个大男人凑什么热闹啊？都饿了吧？我叫厨房准备了一些吃的。哎呀，我们真是饿了。来，小少爷。哟，宝贝儿，慢点啊！谢谢花姨。可是花姨，我又不认识你，干嘛老叫我宝贝儿啊？你刚才不还叫我小顾吗？花姨喊的小顾啊，不是你，而是你爷爷顾县城大学士。你们认识我爷爷？何止是认识，而且还有很深厚的交情。花姨原本是熊廷弼将军的第13房姨太太。既然花姨认识我爷爷，还叫我爷爷是小顾，那论辈分，我应该叫你花奶奶。哎，别把我叫老了，你还是跟别人一样，就叫花姨好了。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你叫花姨就行，我叫她花奶奶。切！不，也花姨，对不起啊，花姨，我有一事不明，你既然是将军的夫人，为什么不骑马打仗，要在这儿呢？当年我家那死鬼也算是东林党人，被魏忠贤栽赃嫁祸，以贪污罪名抄了家。在混乱之中，我藏了一些值钱的东西，我就用这些东西开了这家醉月楼。其实我真正的目的，是想用这醉月楼来做掩护，方便接应那些被魏忠贤迫害的忠义之士。熊将军早已不幸，冤死狱中。原来花姨跟我一样可怜。那姐姐，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可怜呢？我家父杨涟原本在朝为官，就因为他也是东林党人，所以遭到魏忠贤的陷害，告老还乡，竟遭入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哎呀，真是不说不知道，原本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倒霉、最可怜的人，没想到你们三个还不如我呢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找到袁崇焕大将军，我一定替你们讨回公道。什么？你们要走？对啊，老太爷临终前托付过我，让我带着小少爷去投靠袁崇焕将军，所以明天一早我就要带着小少爷离开无锡，找袁大将军。哎，不行，你知道袁大将军人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
大将军远在辽东，我没去过，离我们江南有几千里远。你放心吧，花姨不是不让你带着人院去找袁大将军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。你们只要安心待在醉月楼，相信啊，过不了多久，自然会有人来接应你们的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们2个大男人得养活自己，不能在这儿白吃白喝。哎呀，小宝贝儿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别跟花姨客气啊。就是小少爷，既然人家这么盛情，那咱们就别客气了。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花花绿绿的，咱们连吃带喝的住上一段时间啊。你想得美！你当然得自食其力了。我醉月楼可是从来不养闲人的，你既不识字，又不会武功。你放心好了，太难的活我绝对不会找你的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一定会安排最适合你的事。什么事啊？看这儿，龟奴。龟奴？你们说的是真的？我那个不孝的爹，竟敢跑去找女人拐换！大小姐，平常你是怎么对我们兄弟的啊？那是有情有义，义薄云天，天旋，反正就是好。我们能骗你吗？我们骗你还叫人吗？我和张牙是马上跑回来向你禀报这件事情的啊！大小姐，这当家的你真得好好管管他，他太过分了。他明知道过2天就是你娘的忌日了，他还净往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跑啊！哎，他这良心让狗给吃了，吃没了都，全吃了，一点良心都没有啊！那狗吃的，好吃好。我可以骂我爹，你们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听见了没有？爹敢对不起我娘，一定饶不了他。我一定把那个不孝的爹给抓回来，在我娘牌位面前磕头认罪。磕头认罪。他要敢说个不字，我就让他像这张桌子。这差不多了吧？这汤再这么洗就成老鸭汤了。你怎么不是你脚趾头再这么搓下去就分瓣了，成6个了。你才6个脚趾头，你们全家都6个脚趾头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去，下去。刚洗完就翻脸了。去呀！以为龟奴是干什么的呢？洗饺子。都是亲生父母养的，凭什么他们在这玩呢？我给别人洗脚啊！哎，谁呀？花姨，这要怪啊，就怪你上辈子没烧好香，投胎啊没投到富人家，认命吧。花姨，干什么用啊？抹地呀，还有啊，把你那脸给我擦干净了，别吓到客人。龟奴还得抹地。这醉月楼啊，我说了算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赶紧的把里里外外给我打扫干净，别耽误我开门做生意。抹地？什么？抹地！我擦！九千岁，这味药材西医是卑职专门孝敬您的，服用后保证让你气血通畅，延年益寿啊！哼，这可真是稀奇呀，连蜥蜴也能够入药了。这是生长在云南的蜥蜴，他小的时候是要伏在爹娘身上长大的，爹娘对他疼爱有加，出去给他觅食。哎，结果到了冬天没有食物了，你猜怎么样？这个饿了的孩子竟然回过头来把自己的爹娘咬死，吃掉。
你含沙射影，话中有话，是不是又想在本座面前搬弄什么呀？哎呀，卑职不敢。哼，你还不敢？本座知道你对红影不服，但是本座也再三言明，不希望自家人闹什么内讧。你居然还以这位中药为名借题发挥，说穿了，你就是容不下红影。莫非是把本座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了？9千岁金科玉律，卑职怎敢担冒一句？只是什么？只是卑职为9千岁多操了点心而已。哼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本座有什么可让你操心的？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。9千岁，您对叶千户那是宠信有加，可就不知道叶千户对9千岁是不是以真心换真心呢？哼，那是当然。红影把我亦是当成亲生爹看待，本座几次遇险，都因为有他才能够化险为夷。上次在生祠里，他为救本座，还情愿自断双臂。可是最终他还是保住了双臂，而且他还要放走那帮反贼。9千岁，难道为此你就没有起过疑心吗？毕竟他是你的义子，不是亲生儿子。大胆！9千岁息怒，卑职只是希望9千岁得以证实，叶千户对9千岁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呀？好，那本座就给你这次机会。不过，我们要怎样做，才能试出红影的真心呢？9千岁放心，卑职已经有一条妙计。花姨，你看那么多好吃的呢，叫马上飞也来吃吧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不坏了我醉月楼的规矩吗？咱啊得尊卑有别，主子跟奴才怎么能同桌吃饭呢？可是，他是我朋友啊。什么朋友不朋友的？他就是个下人，你可是东林书院的小少爷，别失了身份哦。快吃啊！9千岁，这佛堂可是卑职专门为您盖的。为了我？啊？本座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、剥削民脂民膏的人吗？9千岁息怒，卑职听说您在闲暇之余有参禅打坐、为百姓祈福的习惯，所以本府就找来了最好的工匠，打造了这座静雅的佛堂，还望9千岁能满意。如真啊，你真是有心了，那本座就领了你这份情。这段时间为了东林反贼的事啊，闹得本座那是寝食难安呐，是该好好放松一下，打禅静思静思了。9千岁所言甚是。叶千户，不妨也进佛堂陪陪9千岁啊。我从不信鬼神。颖儿，你就多陪陪义父吧，我还有好些话要单独跟你说呢。既然9千岁都这么说了，千户就不要辜负了9千岁的这番心意吧。那孩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9千岁，请。好。叶千户留步，你要把剑留下。我的剑从不离身。佛堂乃清净之地，你的剑杀气太重，还是留下来让本府替你保管吧。难道你还信不过本府吗？这碗牛肉给你吃吧。不用，我这有红辣椒就够了。
你天天干那么多体力活，光吃辣椒还有白米饭，身体哪里吃得消啊？哎呀，谢谢冬青姑娘关心我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彼此帮忙应该的。对，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啊。可是我要吃肉，被华姨知道了，跟我急。你就放心吧，今天的肉做多了，你吃啊，大伙看不出来的。对啊，这么多肉扔了多可惜啊！我先走了。好。天涯沦落人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对我这么好，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这些年，你报效朝廷，鞠躬尽瘁，对本座忠心不二，辛苦你了。这都是孩儿应该做的。义父曾经教导孩儿，要做一个大忠大孝之人。这句话，孩儿一直铭记在心。好，好儿子，我一直想送你一样东西，来回报你对我的孝心。这样吧，这枚玉扳指，为父就送给你了。义父，孩儿愧不敢当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！在我还没有进宫当差之前，也喜欢过一个女孩子，想把我这枚家传的玉扳指送给她当定情的信物。可是对方家里嫌我穷，不但不领情，还叫人把我毒打了一顿。从此之后，我便进了宫，净了身。这枚玉扳指也就一直跟着我，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把它送给我喜欢的人。孩儿不敢收下如此重礼，还请义父收回扳指。收下吧。俗话说得好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所谓成家立业，一个男人得先成了家，才立得了业。红英啊，不知你现在是否已有了心仪的对象啊？如今反贼猖狂，东林党余孽尚未除尽，孩儿无心谈论男女之情。哎，这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为父可不希望你因公废私，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。你从小就没有了父母，既然是我的义子，那就让为父替你做主吧。你与方宗从小青梅竹马，又是本座最疼爱的一双子女。倘若你们能够亲上加亲，那可真是了却了本座的一桩心事啊。可是义父，我知道你对方宗只有兄妹之情，并谈不上男女之爱。可是毕竟你俩才是本座最贴心最信任的人。燕儿，我都已经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的人了，难道你就不能成全为父的这桩心愿吗？义父，那我明天就去问问方宗他的意思。来，为父先给你戴上。义父小心！小心！落！啊！
让义父受惊了。红英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。来人！义父，你先回行馆休息，这里的事交给孩儿来办。好吧。叶千户，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您的东西？哦，您的剑，本府替你保管好了，拿回去吧。我要拿回的不只是我的剑，不只是剑，那还有什么？交代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明白？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吗？刺客。刺客？啊，那9000岁大人呢？刺客想杀的是我，而不是我义父。哎呀，叶千户，你越说我是越糊涂，这事怎么没人向我禀报呢？你的人都死了，当然没人向你禀报了。哎呀，叶千户，你越说我是越糊涂啊。其实你明白得很，我不杀你，是不想让义父看见你我同是操戈，伤了他老人家的心，我就暂留你一条狗命。如果胆敢再有下次，我就拿你的人头祭我的剑。托马，干嘛这么小气啊？是啊，托呀，你不是说你有一个最有男子汉气概的胸膛吗？那就让我们看看嘛。哎，不脱。就是啊，说不脱就干嘛呀？你这是啊？我听姑娘们说啊，你睡觉都穿着衣服的，让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长了鸡眼还是癞子啊？让大家瞧一瞧啊！啊？是啊。你胡说什么呀你？我是怕我的那个最具男子气概的胸膛被你们看到后，你们会情不自禁的爱上我，而且还死缠着我。男人我见多了，还真没见过几个能打动我寂寞芳心的。哎，难不成你这胸膛上镶了金子？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看看呀！你干嘛老想看人家胸膛嘛？你怎么样都行，我死也不让你脱我衣服。哟，你这人干嘛这么死脑筋啊？你当我们真的是稀罕你呀，把自己当成贵人了？谁稀罕看你脱光了衣服啊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哎，咱们啊来玩石头剪刀布。这个输了的人呢，就脱一件衣服，直到脱光为止。你敢不敢啊？我那个玩嘛，干脆点，别婆婆妈妈的，快点啊！好，来就来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我豁出去了，玩就玩。来，别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输了，脱呀！别慢走，再来呀！我就奇怪，男人没事怎么净喜欢往这种地方去？就是要让里面的人一个都出不来！啊，暹罗的玛瑙，波斯的绿猫眼宝石，还有高丽的珍珠，这些东西真是把我给亮晃眼了。哈哈哈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有哪个女孩见了这么多漂亮的首饰能不喜欢的？
喜欢就好。叔叔原本担心你眼光高，还怕你瞧不上呢。怕我瞧不上？叔叔，您这话的意思是把这些东西全给我了？那是当然，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不给你还能给谁啊？谢谢叔叔。不对啊，这不过年不过节，也不是特别的日子，叔叔干嘛送我这么多贵重的东西给我？哎，红影哥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，他当然知道了。红影哥哥，你既然知道，干嘛不告诉我呀？这，你倒是说呀，卖什么关子啊？他不好意思说，叔叔来替他说。这些东西是叔叔为你准备的出嫁的嫁妆。嫁妆？谁说我要嫁人的？叔叔，你怎么可以不问问我，就随随便便把我许配给别人？我不嫁，这些首饰就是再漂亮我也不要。你这孩子，刁蛮毛躁的脾气就是不改，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，就发这么大的火。叔叔，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，就是出嫁这件事情，我得自己拿主意。荒唐！这天下做儿女的婚事，哪一个不是由父母做主啊？就拿红影来说吧，我让她娶妻生子，她可连个不字也没敢说啊。什么？你不但要把我嫁人，还要红影哥哥娶妻生子？这是当然，要不叔叔干嘛替他准备这么多聘礼，摆在你面前呢？这些首饰是红影哥哥的聘礼，那红影哥哥准备向谁提亲呢？聘礼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你说他还能向谁提亲啊？红影哥哥，叔叔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没骗我。我何时骗过你啊？但是什么啊？婚姻大事并非儿戏，你可千万不要出尔反尔啊！孩儿不敢，只是希望义父可以把婚期再延1年。再延1年，这是为什么？除非你说清楚个中缘由。颖儿，莫非你想反悔？孩儿不敢反悔。啊，我知道，红影哥哥的意思是想请叔叔多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一心一意地把东林党的余孽斩尽杀绝，除去叔叔的心头大患，然后再安安心心地和我在一起，是不是呀，红影哥哥？你快和叔叔说呀。是。既然颖儿有此孝心，为父就不再逼你了。你俩成亲之日，可以1年以后再议。不过本座现在就找个人，挑个黄道吉日，将你俩的亲事给定下来。全听叔叔安排。看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哇，谁的力气这么大呀？好厉害呀！怎么回事？杜仙姐，你看，不知道谁把门口给堵住了，这样叫我们以后怎么做生意啊？谁干的？太过分了！有种的站出来！我很气愤！哎呀，你别喊了，该是你表现的时候了，努一把！加油，加油一把！小少爷，玩笑开太大了。哎呀，我没开玩笑。爷爷说过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。你不是一直想做英雄吗？好，哼，我让你们领教领教，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男人。看我的吧。来，小少爷，快过来，快！你怎么了？裤腰带断了。笑什么笑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裤腰带断了吗？切！行了，都别忙活了，我出去看看。哎呀，讲不了呀！你别呀！找个能当家做主的人出来跟我说话。
你这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这样的，太不讲理了啊！你帮帮，再不帮我就报官了。怎么回事？冬青姐，这个人存心让我们做不了生意。就是啊，还蛮不讲理的。敢问这位客官，醉月楼跟你有冤？没有。有仇？也没有。既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那可否请您行个方便？让我找到我要找的人，我自会把石狮子给搬开。你要找人？是的，我要找的人就在你们醉月楼里面。好，那请随我来吧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你说我这不是撞了邪了吗？这不是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哎，你就剩这上头跟下头了，你挑哪头啊？是啊，行，愿赌服输，拖就拖。哎，一个大男人学人家姑娘穿这个，你羞不羞啊你啊？我知道你认得我的声音，听到了没有？晚被我逮到就死定了！我知道你认得我的声音。操，他怎么到这儿来？哎，这外面找的人是你呀？你怎么那么紧张啊？他干嘛的？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我得赶紧躲起来。哎，再一个，帮忙把口风，千万别说我在这儿啊！哎呦！就你们几个，没有别的男人吗？我们姐妹几个喝酒不行啊，干嘛非要有男人？哼，这人到底想干嘛？黄花随风，尘缘微若听，铜镜里墨，胭脂红灯远方一路烟雨迷蒙，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中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我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，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，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中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我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，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，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